青鳥姊妹大家好啊！今日我哋講下液體安全套。大家係咪好好奇液體安全套到底係咩嚟嘅呢？其實液體安全套就係將含有殺精劑嘅液體均勻搽喺陰道表面，形成一層保護膜，從而達到避孕同埋防性病嘅效果。曾經有一單新聞，有女仔以為液體安全套可以預防性病，但結果3個月之後就發現自己中咗椰菜花，下面仲生咗好多肉粒。既然液體安全套可以形成一層保護膜，咁點解個女仔仲會感染性病嘅呢？首先，我哋嘅陰道結構已經令到我哋好難憑肉眼判斷自己搽得均唔均勻。第二，喺做愛嘅過程中，陰道會有分泌物，好容易令到液體安全套流出，變相阻隔唔到客人同埋姊妹之間嘅液體接觸，咁樣真係同用一個穿咗嘅安全套冇分別。所以我哋絕對唔建議姊妹用液體安全套。如果姊妹想有效避孕同埋防性病，都係用返傳統安全套啦。今日我哋嘅分享就嚟到呢度。如果大家有更多健康迷思想要我哋破解，都歡迎隨時留言俾我哋。拜拜。